歡迎大家收聽 ePrice 嘅 channel， 我哋一齊嚟睇下呢兩日嘅科技新聞。神秘新機揭盅，華為發表16:10闊版摺機 Pira X。華為喺早前就率先曝光咗擁有較闊螢幕嘅神秘新機，引起外界嘅關注。喺尋日20號，華為舉辦嘅 Pira 先鋒盛典暨鴻蒙智行新品發佈會上面，正式公布先前備受關注嘅新形態手機華為 Pira X， 定位係闊摺疊，係首款16:10比例嘅摺疊機型，勢必令到近年少有創新嘅手機界掀起一波話題。首創闊螢幕 Pira X 採用16:10嘅闊型螢幕設計，展開後螢幕嘅尺寸係6.3寸，解像度係2120×1320，外螢幕嘅比例係1:1，尺寸係3.5寸，解像度係980×980，內外螢幕都支持2500 nits 嘅峰值亮度、HDR、120Hz 自適應螢幕更新率以及1440Hz PWM 調光技術，降低螢幕頻閃對眼睛嘅負擔。華為方面號稱佢係業界首款闊摺疊手機，顯示效能同埋視覺體驗都有大幅度嘅提升。同場加映嘅部分，仲有首次亮相嘅鴻蒙 AI， 令到呢部機成為首款搭載新 AI 嘅手機。全新 Harmony OS 5。除此之外，華為 Pira X 亦都成為首款全面搭載 Harmony OS 5嘅手機。底層架構經過重構，整體流暢度更佳。透過鴻蒙內核、方舟引擎以及雲端協同技術 ，Pira X 嘅整體性能提升咗40%。喺告別 Android 之後，華為將會力谷鴻蒙生態嘅普及率，主流 App 亦都會逐步鴻蒙化。尚未鴻蒙化嘅應用就可以透過小程序或者係原服務體驗使用。喺價格部分，華為 Pira X 12GB 加256GB 版本定價係人民幣7499，大約係8043蚊港紙。而12GB加512GB 嘅版本售價係人民幣7999，大約係8579港紙。典藏版16GB加512GB售價人民幣8999，折合港元9652蚊。16GB加1TB 版本價格係人民幣9999，大約係10724港元。闊螢幕過去亦都有挑戰者。回顧手機歷史，呢一次並非業界首次有手機品牌嘗試推廣闊螢幕手機。早喺2012年 ，LG 就曾經推出過 Optimus VU 嘅闊螢幕手機，採用4:3比例。不過後來受制於 App 嘅支援問題，市場反應不佳。而 Pira X 就係喺闊螢幕之上加入咗摺疊設計，相信喺使用上更為便利。我哋再嚟睇下另一單新聞：歐盟施壓要求蘋果向第三方開放 AirDrop 功能。蘋果近期面對歐盟數碼市場法 DMA 更嚴格嘅規範。未來嘅 iOS 裝置必須進一步開放系統功能。根據最新要求，蘋果必須提供 iOS 通知系統嘅完整存取權限，並且允許第三方廠商開發替代 AirDrop 同埋 AirPlay 嘅功能。目前好似 iOS 通知、背景執行同埋系統功能，淨係支援自家品牌，例如 AirPods 同埋 Apple Watch。但係根據歐盟嘅指示，蘋果必須喺今年年底之前開放多項功能，包括通知、NFC、AirDrop 同埋 AirPlay 等等俾第三方廠商，例如耳機製造商將能夠使用自動配對同埋音訊切換等等。咁樣一嚟 ，AirPods 方便於多個蘋果裝置嘅切換就優勢不再啦。歐盟亦都要求蘋果允許其他公司開發類似 AirDrop 同埋 AirPlay 嘅功能，用戶未來可以使用更多嘅工具嚟去存檔同埋串流。除此之外，新規定包括自動提供 WiFi 網絡資訊、開放高頻寬點對點連線，以及俾第三方能夠使用 NFC 讀取付款卡資料，呢啲功能必須免費提供俾所有連線裝置。同時，第三方需要同蘋果同步取得相關嘅 API 同埋框架。據悉，如果蘋果未能遵守，將會面臨佢嘅年度營收10% 嘅罰款。對於歐盟嘅規範，蘋果認為係限制創新，並且指出，如果開放 iOS 通知系統，第三方可以將用戶通知以未加密嘅形式傳送到自己嘅伺服器，繞過蘋果現有嘅私隱防護機制，會對用戶嘅安全構成風險。蘋果更加指出，要俾其他公司免費使用蘋果嘅技術成果，但係呢啲公司又唔需要受到規範，認為呢個舉動並唔公平。今期嘅 ePrice 新聞就嚟到呢度，我哋再會。